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一齊嚟探索塔羅牌嘅世界啊！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你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， 再撳埋個鐘仔，就唔會錯過我將來嘅新片㗎喇。多謝晒！大家好啊！喺我哋今集正式開始之前，想提醒大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啊！平時我會喺度分享每日嘅塔羅感想同心得㗎。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啊！我哋之前已經一齊睇咗大牌 Major Arcana 愚人嘅旅程，而家我哋就喺細牌 Minor Arcana 入面，由權杖呢個火元素系列開始，一張一張咁深入去睇。今集我哋會講一張好有企硬能量嘅牌，佢就係權杖嘅7號 Seven of Wands。好，今集我哋就嚟深入探討下呢張牌，佢究竟代表住啲咩信息呢？喺呢張牌度，你睇到啲咩呢？喺權杖嘅7號呢張牌上面，你會見到一個人企喺高處，拎住一支權杖，面對住下面伸上嚟嘅6支權杖。成張牌好清楚咁喺度表達一樣嘢，一個人對住好多挑戰，佢企喺高位，代表你已經有成果、有位置、有你嘅立場。但係正因為企得高，就自然會引嚟競爭、質疑同壓力。下面嗰啲權杖可以係外界嘅反對聲音同競爭者，亦都可以係你內心嘅不安同懷疑。但係個重點係佢冇退縮，冇避開，佢係企定定，正面迎戰。權杖7最大嘅訊息就係唔好退，企硬自己嘅位置，你係守得住嘅，因為你值得企喺呢度。權杖7一般係代表住捍衛立場，面對挑戰，守住成果，可以係外在嘅競爭同壓力，亦都可以係你內心嘅不安同懷疑。但呢張牌要同你講，你係有能力㗎，你值得企喺呢個位置度。一句講晒，企硬自己，因為你已經擁有值得守嘅嘢啦。好，跟住呢，等我俾個簡單嘅例子大家啦。如果占卜嗰陣時見到權杖嘅7號牌，可以點樣解讀呢？一個最簡單嘅塔羅陣係會抽3張牌，分別代表住過去、現在同未來㗎。如果權杖嘅7號喺過去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你之前可能經歷過需要企硬立場、捍衛自己嘅階段。嗰段時間雖然辛苦，但你成功守住咗成果啊！如果權杖7喺現在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你而家可能喺度面對競爭、質疑或壓力。呢張牌提醒你唔好退，企穩自己嘅位置啊！如果權杖7喺未來嗰個位置嗰度嘅話，未來將會出現需要你堅持立場嘅挑戰。只要你唔放棄，你係守得住㗎。希望今集幫到你更加理解到呢一張權杖嘅7號牌啊！多謝你哋今日收睇我呢條短片啊！希望你哋鍾意啦！我哋下條短片再見啦，拜拜。